主后2022年7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把真正的性命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，咱对17节来看到21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对遐今世好野的人，你着吩咐因，毋通骄傲，毋通将因的愿望放伫未瓦靠直的财物，着瓦靠将万物丰丰富富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。着吩咐因做好事，做较济好事，慷慨施舍，甲人分享。安尼做是为家己的将来去做坚固的地基，确保真正的活命。提摩太啊，着持守上帝交托你的职责，着闪避无敬虔的空谈甲假知识的争论。有人自称有即款知识，直到信仰失落目标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，把真正的性命。救命稻草，指人伫渡水的时，就算只有一支细幼稻草，也要立安安。譬如，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实际上，咱若真正渡水的时，拿到的只是一支稻草，根本无法度发挥啥效用。结果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尔定，改变不了渡水的状况。伫人生中，咱也常常掠做家己所追求、掠条的，是上可靠安稳的保障，无想到煞亲像救命的稻草共款，落尾拢无啥路用。保罗甲提摩太讲，面对好野的人，爱劝勉因，毋通骄傲，毋通甲愿望寄托伫袂当瓦靠的财物顶面。对好野的人来讲，因拥有的是金钱，上相信的也是金钱，因为金钱会互因心伤思成，因认为金钱会互因过着心内想要爱啥就有啥的日子。总是实际上，金钱并毋是万能。伫资本社会的价值体系，金钱已经成做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。亲像什么是好的行业，就是会当趁大钱的行业。这点通对逐年大学考系的录取分数，对着当时上热门的产业变化，就通看出来。讲实在，辛苦搁学趁钱的行业，绝对袂妨看做是好的头路。伫当今社会，真侪人人生目标确实是金钱买进，总是保罗劝勉提摩太，毋通倚靠迄看会到的金钱，反倒着倚靠迄看袂见却统管万有的上帝。不过，人比较容易倚靠看会见的，也是看袂见的。看袂见的要安怎倚靠？保罗爱提摩太思考，看会见的金钱并无可靠，为什么毋掠条永远不变的上帝？第19节，保罗指出，爱把条原文有掠条的意思，爱把条真正的性命，对应17节，莫甲希望寄托伫袂可靠的财物。人生在世，咱到底要安怎做，才是掠条真正的性命呢？伫短短人生，
到底什么才是咱上应该的把握条，值得咱安然掠条的啊？保罗指出一个方向，就是爱行善，加做好事，慷慨施舍，随时制作。安尼将信仰行出来，就是得为家己积存财宝，为将来建立坚固的根基。救世团保协会和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彭文惠女士奉献性命，予台湾超过70冬。倒位有需要，我就去，这是伊的宣教原则。伊定定讲，毋通为家己活，死比受搁较有福气。伊25岁对美国来到台湾，就先去花莲的部落服侍，后来透过英文广播和天文时班做宣教。今年虽然95岁，还要继续委身宣教，无停歇。伊选择的就是把握住永远的真正性命。默想，伫我的价值观中，什么是上重要的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我安然掠条的是什么？伫我的价值观，什么是上重要的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我安然掠条的是什么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安然掠条你，互我会明了世上一切的事物，拢毋是永远的。人生在世，免不了有物质上的需求，总是求你互我知，这一切并无值得我靠。独独只有你，才是我一生着追求我靠的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